那我会尽量伫讲道中较大声的，总是有当时啊有可能会因为声音传达的关系，咱有侪所在会听无，所以我嘛要邀请咱大家，若咱感觉咱听无啥听得见的时阵，尽可能会当头前来坐。所以愿上帝祝福，互上帝话，互咱伫今仔日礼拜中每一个人。 不管是倒一个角落，拢会当做伙来享受。即时咱来吟唱，伫早起时礼拜中，咱要吟唱的诗歌，咱来掀开圣诗第177首。今仔日咱即条歌会对头到尾来吟了吼，因为即条歌上尾一节其实是圣餐的歌，不过。 咱今仔日开始伫礼拜中，咱会举行圣餐，所以咱会对第一节吟唱到第5节。我真爱吟唱即条较新旋律的歌，伊无分布，总是伊帮助咱歌词，帮助咱重新来想。每一天其实拢是咱重新出发的日子。咱来听琴弹一遍。 相信天堂会带来一滴安然摇滚，听它过去。咱来吟第一站吼，预备来。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首向前的心。相信天堂会带来一滴。 安然摇滚，听课堂过去。咱来读第2节的歌词吼，咱做伙来读第2节的歌词。来，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圣神关联，达时降落，通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毋忘，重新起造。来吟第2节。 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诚心观念达时降落，通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无重新起造。来，咱来吟咱来读第3节到第4节的歌词，做伙来读来。 靠主圣神坚固咱心智，勇敢行出旧的过去，失望、罪过、忧伤拢脱离，对找新路，发现意义。第4节的歌词来读吼，来，因我的主最前带咱去，分享见证，听堂作为，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 主爱上帝换心万美，咱来吟第5节啦吼，来吟第5节。对神大家这道来围内，三教分享听堂滋味，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 主爱上帝，我是万美。这条歌真特别的所在是上尾迄音是悬的哦，吼，上尾音是悬的，所以咱搁来吟第5节，吟一遍啦吼，来预备，来预备来，对神大家这道来围内。 三教分享，听堂滋味，这是定时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美。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咱来献开
伫礼拜中，咱会吟的第2首诗，圣诗第363首。这条歌唔通吟伤慢，总是当然嘛，莫伤紧啦吼。第1节就好，来预备，来。三到八饼，人同心来归乐。三到八饼，人同心来归乐。当我客先归乐。民远早远家头，主求你明我。接第3节哈，接第3节来。三到二路，人同心来归乐。三到二路，人同心来归乐。当我肯先归乐，民勇人家肯民一头，主求你的名我。这条歌上尾安尼慢慢落来，所以咱的声音嘛是安尼慢慢落来，因为咱要求主怜悯咱。愿上帝话，上帝开咱圣神，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准备咱的心。
你敢毋知，敢毋捌听到，上主是永远的上帝，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嘛袂善，伊的智慧袂当测量。野善的人，伊赐伊气力；软者的人，伊予伊能力。连少年人拢会野会善，勇壮的人嘛会忝甲倒落去。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77首，圣诗第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天心出发的日子，是那回首向天的时，相信听他的话来一定，安然也苦他归去。可主耶稣救赎的功劳，诚心观念。大是感恩，蒙贵的我，何世界变化，全心把定心的走，可主平心坚固咱心志，勇敢行出旧的过去，希望最过。有上我你对这心路发现意义，因我的主最前带咱去，分享见证听堂中意，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米，对心大家这道来为累，三家分享听堂主义，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里。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大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搁活上天，打这是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咱来看启应文第63篇。启应文第63篇，详时是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我来启，请咱会众来应。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是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神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该阮较好，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
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若对还未看得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以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到去特别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这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那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我来天父上帝，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你保守阮拢得到平安，阮献上感谢。伫即个受分别的日子，阮搁一摆自就伫你的面前，三甲聚会敬拜学罗你，求你安康听阮的学罗，感谢。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是上主你找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甲阮同在，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对上主的信较坚定，通勇敢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伫阮的四周围来荣耀主你的名。当伫阮的兄弟中间有人心灵忧伤失志的，求主伸你的手安慰帮助伊；身体欠安的，求主医治；出外的，求主保守因，伫逐所在拢会当得到平安。这是求主赐牧师有对你来的灵伫伊的内面。互伊所讲出的话，有对你来能力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也互讲甲听的，当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德记第1章，路德记第1章第19节到22节。路德记第1章第19节到22节，我来读。因两人就继续行，来到伯利恒。到伯利恒的时，全城为着因扰动，正俘虏讲：这个人兼真正是拿俄米。伊甲因讲：唔通叫我拿俄米，就叫我玛勒。因为全能的，互我受大苦难，我满满出去，上主互我空空倒来，是安怎样叫我拿俄米？上主苦楚我，全能的，互我受患难。这就是拿俄米甲伊的摩押新妇路德对摩押地转来的经过。因伫开始收割大麦时，来到伯利恒。这是咱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赞美的诗是圣灵的歌，圣灵的歌。
正道，这是要请牧师来正道。今仔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伊知我所行，伊知我所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这是一个教会的生日，普世教会生日。咱的教会有一个生日是11月第一礼拜，咱定迄日做桃园教会生日。总是圣神降临节，通讲是普世教会正基督徒的生日。咱透过这日，咱来学乐上帝，来回想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迄个开始的过程。实际上，这日因为就是当时伫耶路撒冷教会内底，迄时也未成教会，圣神来到伫耶路撒冷组织主耶稣的门徒，即群人身躯顶头，互因做伙起来见证上帝伫因身上的大作为。透过安尼，因讲、因唱、因吟，透过安尼，第一间教会来开始。实际上，今仔日咱也特别安排圣礼典伫即天，也是为着要庆祝这个日子。庆祝生日要紧的是记得咱活过几期腊节以外，更较要紧的是记得刷落来，咱所行的每一天拢有上帝的祝福，这才是更较要紧的代志。愿上帝帮咱扶持，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我要请你边仔的人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迄是真的哦，咱每一个人的生日快乐。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每一个人定身出世，伫世间人甲上帝面前，请咱做伙来祈祷。主愿你的话，伫阮的心，改变阮的生命，互阮真正活出各我的人生。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未行的路，这是美国诗人出名的诗人 Faust 上出名的一首诗。伊描述伊行伫迄个黄色的树林内底有两条路，伫树林内底有两条路，然后伊经一条来行，迄是这首诗的前两段。黄色的树林表示迄是秋天的时。上尾迄段伊是安尼写，伊讲我一面吐气一面讲，伫某一个所在，真久以后，伫树林内底有两条路，我经一条人真少行到的路，结果后来一切完全无共。后来一切完全无共。我认为，这就是咱所读到《路德记》内底路德所选择的路。当摩押女子路德唔甘拿俄米伊孤单一人，因为安尼伊用立约迄款的心中的话，决心要军队伊到底。路德记第1章第18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拿俄米看路德坚决要缀伊，就无阁讲啥物。咱爱知伫古代近东迄个时代，若讲话，时势袂当凊彩应嘴应喙应答，这就亲像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对无？囡仔人有耳无喙，迄台湾人咧讲的，就是讲吼，迄做囡仔人时势吼，迄时段咧讲话，时势就毋通黑白讲啊，迄惊人听尔。囡仔人有耳无喙，
咱无证据来表示即时的路德已经认捌上帝啊。伊只是因为纳尔米伊家己安尼吐开讲，纳尔米吐开讲，我比恁较歹命，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伊只是因为纳尔米丧失，不止丧失丈夫，也失去伊的囝儿，互伊毋甘暂时甘愿违心。总是有啥物人会当甘愿放下原本的一切，认同一群青训的人，以及一位完全无熟悉的上帝呢？伫路德的宣誓，跟他宣誓的迄个语言内底，甚至安尼讲：你种伫倒，我嘛要种伫遐。换一句话来讲，即句话嘛伫古代近东所在真罕见，因为当时伫古代近东的所在，其实甲华人的传统真类似，有迄种落血归军的迄种传统。所以以色列人，咱才会读到圣经，以色列人将约瑟的遗骸对埃及就带转去雅各的地来埋葬。这记载伫倒《约书亚记》24章32节。换一句话来讲，迄种落血归军迄款的传统，不止华人，伫中东迄个所在嘛是。结果那路德既然讲你种伫倒，我嘛要种伫遐。那安尼，路德是安那会做出即款的选择呢？路德的选择，有当时啊，咱读起来，搁较亲像咧抗议。伊用行动要表明，要对伊的大家安尼讲，咱即时受苦流目屎，绝对有意义。只是即时的咱，还毋知啥物款的意思。摩押是一个指阿伦河围雷伫边仔的一个山谷的所在。当时有所谓的大路，迄个大路连接埃及甲两河流域，是当时主要相对咧行的路。对摩押转来到伯利恒，应该着行这条路。总是对两个寡妇来讲，这条路全部有80公里，然后一路拢是山路，所以因绝对无可能一天就行会到，无可能。换一句话来讲，至少爱歇2暝到3暝以上。对两个妇人人来讲，一定有料想袂到的危险，所以莫怪纳尔米行到半路就想讲安尼毋对，就苦劝伊的新妇就爱转去摩押，也莫怪路德会安尼讲，你住倒位，我嘛要住遐。伊烦恼，纳尔米烦恼伊的新妇，总是路德嘛烦恼伊的大家，烦恼伊讲，上时代讲，伊明白这条军队的路真坎坷，甚至大的所在也无定所在，总是伊已经下定决心。路德记第1章19节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两人就继续行，来到伯利恒。虽然讲是迄个转去厝里的路，总是对因两个人来讲，真侪人拢感觉讲要转去厝吼，拢介轻松，拢介欢喜。对因两人来讲，未免是安尼。纳尔米已经离开因兜10冬，10冬一定有迄种转去故乡迄种心结。咱爱知影，咱人若要转去故乡，拢有一寡心结。啊，即时的我也无安怎，我送家去互啥物会掠去？好，不要紧哦。送家去互啥物会掠去？啊，我的丈夫、我的囝拢无。
什么人会想讲要互捌伊的人看到家己即款的情景？咱拢想讲是爱穿好衫啊，开好车，转去故乡，至少安尼，嫁嘛爱嫁一个对无？总是哪有比即时毋是安尼啊？什么人会想讲我要转去，然后互人看我即款的情形？路德相信，阁是另外一种心情。这段路程哪行？离伊熟悉的路、熟悉的所在、熟悉的语言哪远？伊去的所在，伊专人青分，甚至像我对敌，就算讲平安行到伯利恒，伊要拄着啥？毋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行伫一条咱毋知迄条路要行去的路会拄着啥物货，甚至咱感觉咱受尽苦楚的路，常常咱就会亲像约伯所讲的这话。咱做伙来读约伯所讲的这话，咱做伙来读来。毋过我向东去找，伊无伫遐；向西嘛无看到伊，上北去伊底做代志遐，无看到伊；落南嘛无看见伊的影。我当时来帮找半晡阿太，上帝敢若无去啊！甲我米相找，我拢无法度感受到。总是若伫即款的情形，上帝咱真正无伫的吗？路德记第1章19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到伯利恒的时，全城为着因扰动，政府路讲，这个人兼真正是拿俄米，十当互人的面容衫清擦。差偌济？咱爱知影，咱的经历甲年岁，会互熟悉的人看到的时，惊吓到无法度认得出来。虽上，咱逐工咧照镜，我毋知咱是毋是有逐工照镜吼。总是咱若逐工照镜，咱可能看合袂出来。总是遐个10点前，甲咱熟悉的人，甲10点后，佮看到咱。的情形，就想讲吼，你太这当是我熟悉的你吗？这就是即句话真正咧讲的。这是我熟悉的拿俄米吗？总是拿俄米也透过边仔的人的反应来看清楚咱家己。人会对外貌看到的是水、歹、少年、年老、健康、病痛。总是咱爱知，暗藏袂牢的是咱的面，是充满咱性命的混热。歹势，这就是安尼。咱的面，咱的外貌，就是充满性命的混热。这会互咱对家己有另外一款的认捌。路德记第1章20节刷落去，拿俄米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甲因讲。毋通叫我拿俄米，就叫我玛勒，因为上专能的，互我受大苦难。即句话，咱就读得出来，即时拿俄米内心充满苦毒甲埋怨，因为安尼连伊家己的名，迄个表示家己性命的记号，嘛爱拒绝。伊是安怎要拒绝？伊是安尼解说。路德记第1章2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满出去，上帝上主互我空空倒来，是安怎叫我拿俄米？上主苦楚我，专能的互我受患难。专能的，这是古代上帝百姓称上帝名的之一。专能的。两遍就伫即句话内底出现，伫拿俄米的喙中，总是即句话专用的。伫约伯记内底
出现31遍。换一句话来讲，纳尔米是安尼讲：，迄个专灵的，互我受苦。伊强调专灵的，就表示伊强调迄位掌管一切的上帝，迄位我所认捌的上帝，伊出声要揭发我无法度抵抗，只有法度接受。因为安尼，即时的纳尔米就亲像约伯，伊看袂出伊受苦有啥物道理。约伯嘛安尼讲，约伯记31章3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偌年望有一位会听我讲，这是我最后的申诉，愿全能的应答我，若无控告的就出来写我的罪状。换一句话来讲，纳尔米即时的心情，甲约伯同款，伊要向上帝来控诉。上帝哪亲像伊的对手，面对这位全能的上帝，伊无赢的机会。因为安尼，当伊面对这款人甚至认袂出来伊的苦境，这款的情形，只会当否定家己，埋怨苦毒。这时，伊对家己、对上帝全无希望。总是，咱若要讲这时的纳尔米，拄经历性命上低的时阵，不如咱通安尼讲，伊来到一个新的改变的机会。这就亲像士师记内底的以色列人，士师记内底的以色列人，因虽然号称因是上帝的百姓，总是因却不断背离上帝，行唔对方向，唔愿回头。纳尔米拄着困境，就亲像因同款。过去上帝对因来讲是名词，随时我通换一个神来拜。但现在上帝却正做伊，就是士师记内底的以色列人生命路程内底的同事，苦难看起来亲像予伊失去一切，予伊伫别人眼中无价值，甚至无通欣赏的所在。总是伊并无放弃。当然，检采是路德坚持军队，才互纳尔米醒来。伊经过死亡的阴影，无互死亡打败，看起来亲像落入人生的苦境。伊无丧失志气，伊出去有勇气回去，勇气承认家己的失败。伊年老又愿意冒险，展开下一段生命的历程，才会拢互上帝成做伊生命中的同事，迄个持续不断的快乐。我相信上帝有应答纳尔米，伊用什么话应答？用刷落来这个经节来应答纳尔米。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就是纳尔米甲伊的摩押新妇路德对摩押地转来经过。因伫开始收割大麦时，来到伯利恒。我相信上帝用大自然的现象，甲路德来回答纳尔米。早前犹太人的律法是用农作的周期来计算，收割大麦大约是因称作年产月，也是相当咱现在2月或是3月春天的时。后来犹太人定这个时期叫做搬过节的时期。路德记的故事是伫士师咧领导的背景下面来展开的。总是士师领导是啥物款的期间呢？迄是一个人心真乱、完全无和平的时代。士师记第6章11节，
描述着史书是安怎的情形。做伙来读这段记载吼，来做伙来读来。迄时约阿斯的囝基甸伫酒窟兄弟拍马，毋爱互米甸人看到。咱来知影即句话是啥物款的意思？当上帝使者要去呼召基甸，要去找基甸，要叫伊出来领导以色列人的时阵，伫修行的时，伊走去地下室咧拍马。咱捌看过人走去地下室咧拍马？咱通常咧拍切啊是伫倒？伫埕对无？啊，既然走去地下室咧，这酒窟是地下室咧。啊，酒窟拍马，迄个马会拍着吗？会拍着日头吗？无法度。啊，是安怎会走去啊？无爱互看着，对。啊，是安怎？说的是啥？无爱互看着，伊是安怎无爱互伊看着？看着会安怎？看到就会抢去啊！我修行，我的修行会去互抢去啊！换一句话来讲，迄时连基甸拢爱走去灭呢。迄个时局是乱里混乱，人心的不安到一个地步，是互人惊到走去灭啊！中国的作家王明伊捌安尼评论。伊讲三国的故事，上互人欢喜讲。三国的人物悠远活伫华人的心中，总是三国的百姓四界走，无所在通住，失失真多，不禁互人想到一个时代英雄哪多。人民的日子就哪无好过。史书咧领导的时期，就是一个真侪英雄，总是百姓真苦的时代。照古来论今，我相信俄罗斯甲中国两位领导者拢想要做英雄。我嘛真惊未来台湾百姓选出来总统想要做英雄。想要做英雄的时代，有可能会互这个领导者行毋对方向，带百姓入痛苦的所在。当人若行毋对方向，缀家己的心意来行，那安尼伫迄条路顶头拄着的苦难甲目屎，这是上帝的意思吗？还是人家己所做的？真明显，这绝对毋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上帝捌对爱摩西伊的百姓安尼吩咐。利未记23章22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修成五国，边毋通挂了了，落来嘛毋通捡。着留互善车人甲出外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上帝话对咱讲，是一幅真水的图。这个图就亲像路德记所描述的，伫上帝的家有平安，人甲人中间真正的平安甲欢喜，毋是受到对敌的威胁。伫上帝家，人会互相照顾，毋是互相的战争。伫遐修行的时，人无自私到只想家己，是会考虑别人的需要。特别是互拿俄米甲路德这款散卡去互啥物会掠去的人，以及出外人得到活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苦难其实会将人带来到上帝面前。咱拄着苦难，会质疑，会抗议。虽然有时咱迄时找无答案，
上帝也是安怎？总是就亲像基督徒的作家安，伊是安尼讲，伊是伫伊的册伊安尼写，伊讲我的信念是，当你讲实在话，你会搁较接近上帝。假使你对上帝讲，我实在搁忝，搁丧志，现在我对你一点仔好感拢无，我也厌恶遐个相信你的人。这可能是你讲过上诚实的话。假使你若上帝安尼讲，我一点仔忙拢无，我根本毋知影你是毋是有存在。总是我实在需要你的斗相共，这互我流出目屎，为你感觉骄傲、阳光，因为你有真实的勇气，互我想要伫食饭的时坐你边仔。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内底，伫对上帝的信仰内底，咱爱有一个勇气，诚实。诚实就是咱的勇气，咱爱承认家己，就亲像多马同款的怀疑、毋信。所以，约翰福音书20章2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阮已经见到主啦。多马甲伊讲：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痕、钉子，用指头啊摸钉子，搁用手摸伊的血液，我绝对毋信。1932年，罗斯福伫美国经济上歹的时，人心上惊吓的时阵上台就任美国总统。伊伫迄个就任时安尼讲，伊讲：大先我先表明我的信念。咱唯一会当惊吓的，就是惊吓本身，因为惊吓是一种真歹讲会出来、盲目、冲动、拢无原因的惊吓。总是这个惊吓会互人对退后、转转头前所需要的努力，全部拢丧失。溃烂，亲爱兄弟姊妹，惊吓是有命的，惊吓是死亡的阴影，是失去健康，是破产，是邪恶，是武力，是咱毋知明仔载。所以多马拒绝相信伊的主是个我，咱通理解。随上8工前的门徒也是安尼。因秘伫门后，拒绝相信玛利亚，直到主耶稣出现伫因的房间内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也是教会，充满人性软弱甲破碎。总是当苦难来时，这拄拄好是破碎的咱，破碎的教会，实践咱的信仰的时。当咱愿意伫人怀疑甲毋信的时，伫人痛苦甲破碎的时，互人真好的包容甲接纳，咱就会成做真正的教会。因为主会出现，伊要对咱讲真正的好消息，伊会安尼讲。做伙来读《约翰福音书》20章26节，愿恁平安。这敢若暗号的。当人陷落伫破碎、怀疑甲苦难的时，就亲像死亡的阴影甲伤害，带予脑米甲路德因的痛苦甲打击。迄时，检查咱会亲像约伯安尼写讲：上帝伫我所行的路认，上帝敢若失踪人口的。我东西、南北，拢看无伊啊。总是上尾，伊虽然安尼讲，上尾刷落来，伊却有法度肯定安尼讲。约伯记23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伊考验我了后，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真正的平安，是迄位咱未来开放，无受人传统眼界、种族文化束缚的上帝所予咱的。真正的平安，是虽然阁看袂见，总是咱愿意宣告，伊是深知咱所行的上帝。这会互咱醒来，知影即时的受苦是伊试炼，互咱挽救伊的方式。这嘛会当互咱勇气去踏上明仔载，是，就亲像有一句话讲，是明仔载就是灾难倒一项先来，我毋知。总是虽然安尼，这会当互咱有勇气去踏上明仔载迄个未知的路。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经历上帝你特别的恩典甲开力，竞选阮成做你的家儿。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当阮做伙要甲你坐道的时，求上帝帮助阮、扶持阮，互阮记得，阮是你受恩的家儿。不管阮人生拄着什么款的苦境，阮拢知，阮要伫迄时甲你做伙伫地。你知阮所行的每一个路，你也掌握阮迄个未知的未来。主，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咱做伙来吟唱要甲主坐道的歌，这条歌圣诗363首，我要请咱来坐咧吟就好。第一遍，我要请咱吟第1节到第2节；第2遍，咱圣餐后要吟第2节到第3节。三个白命，咱当时来归乐。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囝仔属伫伊教会陪参者三甲做伙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囝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囝仔着我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的话帮赞、扶持、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
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即时，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当阮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圣神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衬，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名求，阿免。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小会员咧分别的时，我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这段时间以来，咱的惊吓、甲软弱，咱的病痛、甲痛苦，咱的欢喜、甲感谢，咱求感谢上帝收赐。虽然咱拄着的苦难、目屎，总是上帝要甲咱做伙伫地。咱来做第一个祈祷，请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对啊，所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cùng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cùng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是我要请咱大家来请开这个塑胶袋啊，内底会提出内底的宣传饼。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会员咧为咱服侍时，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疼的人来祈祷，咱所疼的人以及疼咱的人祈祷。这的人目睭刻刻，咱拢通一个一个来读出因的名，认出因的面。所以当咱目睭刻刻时，咱会当为因一个一个提名祈祷。求主疼咱，也疼咱所疼的人，互因不管伫倒落，拢通得到上帝的快乐甲祝福。这是我要邀请咱大家小可拆开这个圣餐杯的塑胶。这个杯是新约，是基督耶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陪永远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疼阮、欢喜阮。知阮是真正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荣光你圣名，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搁继续一个吟来吟圣诗第363首，第2节到第3节。个灵会咱当时来归三个灵会咱当时来归乐，我天上归乐，平静在旁边的头。哦，苦求你的名我。第3节。三更人当时来归乐，三更人当时来归乐。奉献，这是来奉献
咱请黄腾义执事甲吴文英结束来书写。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为了你的事工奉上一些金钱，求你悦纳。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是来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伊考验我了后，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约伯记23章第10节，请咱来读2遍，请。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伊考验我了后，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约伯记23章第10节，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伊考验我了后，我亲像锻炼过的金。约伯记23章第10节。咱先开周报的第一页，就是咱的周间的聚会，甲后礼拜的侍奉人员，甲顶周的出席，请咱家己来看。后迄个各种迄个主日学的聚会，请咱来看。第2页是有咱的小组的聚会，甲咱的奉献的明细，请咱详细来看。假使若有重大的，请咱的中级也是财务干事来反映。咱来看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5月28日，第1场、第2场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圣餐圣，请兄弟准备心。第2点，财务部会伫第2场礼拜后伫701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3点，教育部会伫下晡1点伫701教室召开，请部员准时参会。后主日6月初4，第1点，6月份的特州中级长老林漳州结束尹立芳、苏依玲。第2点，下半年度施工协调会
要伫第2场礼拜后，伫701召开，请各中级各团结首长同工出席参会。行事历的初稿已经公告伫4楼的公布栏，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问题，会当先到办公室来更正。第3点，6月份的定期中执会伫施工会了后召开，请各部将报告交到办公室来会诊。中执会了，煞开小会，请小委员参会。教会消息：第一，2023年台湾转化教会7部作小组教会演习会，时间伫6月22到23，拜4、拜5，伫上午9点到暗时6点半，伫嘉南教会来举行。详细请咱家己来看。第2点，要招主日茶会的人，若有意愿的，请办公室来登记。第3点是咱的下季下后，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本会黄子基弟兄安孝主怀，伫5月22伫殡仪馆告别礼拜，5月27伫天平山庄举行安放礼拜。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带到。来，我来先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头一位是我有电话卡过，总是我柯纯恩姐妹哈，伊伫咱的中间，请伊站起来好无？互咱熟悉者，平安平安吼！欢迎纯恩吼来到我们当中，请坐请坐哈。伊是我过去新南医内底伫总务处真照顾我的美华姐的查某囝，我等于台南。3、4礼拜前，等于台南美华姐就甲我千交代万交代，因查某囝伫桃园，因为2个囝儿单身，所以真歹来到教会，嘛咧找教会吼，所以我甲伊有敲电话联络，我要请因有1个3岁，1个6岁的囝儿啦吼，所以时常拢单身，过去。捌伫咸安教会当年担任司琴，所以咱求上帝也帮咱扶持，互来到桃园的所在会当找到上帝的家，愿上帝恩典就甲恁兜所有人做伙伫地。第2位是嘛是对南部来嘛是对台南来韦立夫弟兄来，在我们当中伫咱中间欢迎，请坐立夫来桃园受训兽医受训3个月尔，所以伊伫台南嘛是伫中咧教会迄个爸爸妈妈拢伫教会内底，所以台南人拢听有台语啦所以不要紧，咱嘛会当来关心，因为伊受训3个月伫兽医伫即个桃园尔，所以咱即3个月嘛有可能会当邀请伊伫咱的教会内底不管安怎。上帝百姓去到倒位，上帝的家就是你的家，所以咱嘛用这款欢迎的心欢迎伊伫咱中间。即个咱厝内底有动物发生什么款的问题，毋是人啦兽医所以毋是人动物啦动物有发生什么问题，会当来借问啦莫来客气啦莫来客气。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这礼拜也是咱的指挥文英老师上尾一礼拜伫咱中间的服侍。去年有一个真特别的机会，互伊来到咱中间刷落来。我甲伊昨昏咧讲，其实我知影伊这13天来一直拜6礼拜拢无休困，一直服侍，所以伊感觉伊的心神、身体、心灵拢有侪伫这个服侍过程内底有真侪。我嘛真烦恼伊，所以我嘛毋望伊会当好好休困，因为伊搁剩即个论文爱来完成，伊上尾1档尔啦硕士的论文一定要完成，所以咱为伊祈祷，咱也求上帝特别扶持，甲文英老师做伙伫地，互伊咧写论文的过程内底是上帝的智慧甲因做伙伫地，所以我要请文英老师徛起来好无？来，咱来拍鼓多谢伊文英老师，
咱做伙来祈祷，你徛起来，咱做伙来祈祷哈，咱为文英老师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文英老师对旧年来到阮中间，伊诚做你所赏赐的天使。主，求你赏赐伊教养的智慧甲开力，帮助伊伫stra来休困的时期，通静心来思想上帝的话，静心伫遐会当修补伊生命中最的软弱甲病痛。求上帝甲伊做伙伫地，使伊伫这个过程内底满有上帝完全的祝福。主，阮知你要赏赐伊，你要赏赐上帝囝儿。教养的快乐甲稳定，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上尾一个补充报告是转化教会7步骤。我要特别邀请咱中间的中级小组长，但是免做中级小组长拢不要紧，只要咱愿意来学习怎样传福音，这是一个教会转化的一个过程。我嘛毋茫教会，啥物会叫教会？你爱甲边仔的人讲，你就是教会啦。你爱边仔的人讲者，提醒伊者，你就是教会啦。吼，你就是教会啦。啥物人是教会？咱就是教会啦。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学习所以是伫这个连续假期，所以这爱付大家。迄是早起是9点上课到下暗6点半呢，所以爱付大家。总是咱若上了，教会会专程补助，爱上了上了还有补助啦歹势。所以要请咱来踊跃报名我到时阵嘛会去伫咱隔壁俩教咱教会上课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的教会真正满有上帝所赏赐的快乐甲毋望。上应386首，上应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四煞，请牧师祝祷。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百家诚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高万岁。当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电压袂倒。平安礼，平安耶稣听你，做伙来去传福音。